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6月10号礼拜二开出来号码0712162938，这个29连续开2支。来看6月11，踮遮提供5粒参考号码，抑个尾数，抑个有读机，互大家看卖啊。7尾07，8尾08，4尾14，2尾22，5尾35，读机互大家参考号码07。0708142235，读机07以上，这号码互大家参考看卖啊！感谢收看。